为期4个月，台南牵手创作节圆满结束。台南市政府举办活动，希望会当吸引到部落客来到台南旅游，并对每一个无同的角度来看到台南之美。一摆拢总有415篇文章，817个景点甲店家，拢总带来有1800万的浏览率。3号下晡，市长会特别来感谢部落客分享，同时亲自颁奖。其实各位透过各位的笔触，透过各位这个手机，透过各位的这个观察，就看到了许许多多包括一般人，包括我们都没有看到的地方。其实这817个景点，817个点，还有含店家，还有含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，但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，包括我。所以各位已经变得比台南人更行来，比我们在地人更在地的地方。当然，各位中间有许多也是我们台南的好朋友，但也有一些是来自外地的好朋友。所以呢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。唯一的遗憾是什么？是奖金名额不够多我们现在只有金银铜，还有我们优选也都有，还有10位优选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活动再延续的话，我们会再增加更多的名额。那希望有发出去更多的奖金。现在碰到疫情，大家说疫情来，你现在跟人家牵手创作记什么记？但是坦白讲，疫情总会过去，但是美好会留下来。什么美好？台南各位底下的美好会留下来。台南市积极推动旅游观光，透过用比赛的方式来让经济部落客会当看到台南，透过大家伫网络的分享来提悬台南的知名度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